你能想象得到吗？在我们中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有着这样一片独特的区域，那便是库布齐沙漠。在这片向来被人们视为荒芜死寂的沙漠之中，有一片极为广阔的区域，正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惊叹不已的速度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那满眼尽是毫无生机、单调枯黄的沙漠之色，如今竟然逐渐转变为充满蓬勃生机的盎然绿色，仿佛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的化石，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挥毫泼墨，赋予了它全新的色彩与活力。而这一切可不是什么卫星图像出现了故障或者偏差所导致的假象呀，实际上这是10万头中国黑猪凭借它们那独特的本领，用自己的鼻子如同技艺精湛的画师一般，亲手绘制出了一幅展现生态逆袭的壮丽且宏大的画卷呢。这样一个乍一听起来似乎颇为疯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操作，着实让整个世界都为之侧目，吸引了全球众多目光的聚焦。就连联合国那些专业的自杀专家们，在经过反复严谨地核查遥感数据之后，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知道，这片土地曾经可是被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们依据以往的经验和专业的判断，宣判为永远都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土地啊。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这里的植被覆盖率竟然从那让人感到绝望的仅仅5%，如同上演奇迹一般，迅猛地跃升到了高达96%。这般巨大的变化简直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那些联合国的自杀专家们，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前后一共核查了3次监测设备，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惊人且确凿无疑。最终他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运用了一种最为原始、最出乎人们意料的生物力量，成功完成了一场堪称可与工业革命级别相媲美的生态奇迹呀！今天呢，咱们就一同来深入的解密一下，这个藏在猪鼻子里的神奇生态工程学，究竟是靠着怎样的奥秘和独特方式做到这一切的呢？不过呀，在正式开始深入探究之前，如果您对这样充满趣味又极具意义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们怀着10分诚挚的心意，热情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相关内容公关，并且开启通知功能。要知道，您给予我们的每一次支持，无论是一个小小的点赞，还是一条用心的评论，亦或是一次订阅操作，对于我们来说呀，那可都是我们持续进行创作的巨大动力源泉呢。我们内心深处呀，真的是特别期待能够在评论区看到您针对这项了不起的生态创举所发表的独特看法和见解呢。话说这故事呀，得从2018年开始讲起了。当时养殖户王小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第一批足足800头黑猪小心翼翼地赶进了库布齐沙漠之中。那一刻呀，随行的兽医团队成员们心里可都像是悬着一块大石头，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捏着一把冷汗呢。毕竟在所有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等同于自杀式的艰难任务呀。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呀，库布齐沙漠的表层有着一层厚度达到30厘米的板结沙层，这个板结沙层的硬度那可是相当高呀，竟然高达惊人的7.8兆帕呢。或许您对这个数字没有太直观的感受，那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下吧。这个7.8兆帕的硬度呀，就相当于普通混凝土强度的1/5呢。您可以想象一下呀，这么坚硬的地面，别说是靠着猪鼻子去拱了，就算是那些专门用于工业作业的专业机械钻头，在这样坚硬无比的地面上开展工作的时候，都很容易出现打滑的情况，进而导致作业失效呢。然而呀，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们和那些富有经验的养殖户们，可早就为这场充满挑战的沙漠攻坚战准备好了一件神秘的秘密武器哦。而这件神奇的武器呀，就恰恰藏在黑猪的鼻子里呢。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动物研究所呀，曾经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解剖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且关键的现象，那就是中国黑猪的鼻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 W 型中空结构。这种独特的结构呀，在物理学的原理层面来讲，具备着极为强大的抗冲击性以及穿透力呢。不仅如此呀，
再加上黑猪鼻腔里有的独特的软骨褶皱，当黑猪们发力去拱地的时候呀，这些软骨褶皱能够产生每平方厘米高达3公斤的瞬间压强。这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呀，就仿佛是一把经过了精心的如同角质一般的笔吻。这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呀，精密设计的生物工兵铲一样，恰好能够精准地击穿沙漠表层那道如同坚硬装甲一般的板结沙层呢。更让人觉得精妙绝伦的设计还在后面呢。黑猪们在拱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呀，出于它们自身的本能反应，会自然而然地把沙粒均匀地向身体两侧翻抛出去。可别小瞧了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动作呀，它所带来的效果那可是相当厉害的呢。经过黑猪们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呀，竟然能够自然地形成深度在20.25厘米之间，宽度大约为40厘米的微型种植沟呢。您再仔细瞧瞧呀，这种微型种植沟的结构简直就像是专门为植物量身定制打造的苗床一样呀，而且它与现代化农业机械的起垄耕作原理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呢。不过呀，它相较于机械作业而言，优势那可是压倒性的呀。和机械作业相比较起来，猪的这种独特的耕作模式能够节省超过78%的能源消耗呢。它们不需要消耗燃油来提供动力，也不需要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维护保养，仅只需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就可以了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每一头黑猪呀，都仿佛变成了一台既高效又节能的自走式生物耕犁呢。但是呀，如果仅只是靠着黑猪来耕地的话，那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生态奇迹呀。真正让这一切变得如同魔法一般神奇的，其实是来自于猪粪中所蕴藏着的一个庞大的微生物帝国呢。您要是看到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呀，肯定也会不禁为之叹为观止的。每一克新鲜的猪粪里面呀，竟然包含着高达1.2亿个活性的微生物呢。这就好比是一个微缩版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系统呀。在这个神奇的修复军团当中呀，包含了能够高效分解木质纤维的放线菌，这种放线菌就如同一个微型的化肥厂一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了。还有固氮菌，它呀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氮肥制造车间，能够把空气中那些植物没办法利用的氮气，转化为可以被植物直接吸收的氨和硝酸盐，这相当于给沙地施加了天然的氮肥呀。除此之外呀，还有能释放土壤中无效磷的解磷菌呢。当这些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军团与原本贫瘠荒芜的沙土充分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呀，一场持续不断、轰轰烈烈的生化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呢。只见那放线菌开始积极地分泌纤维素酶，凭借着这种纤维素酶的神奇作用呀，它能够将沙漠中原本极其稀少的植物残体一点一点地分解成为宝贵的有机质，就像是给土壤注入了第一次充满活力的源泉一样。而固氮菌呢，则像是接到了紧急任务一般，开始疯狂地工作起来了呀。它把空气中那些植物无法利用的氮气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可以被植物直接吸收的氨和硝酸盐。这对于沙地来说呀，可不就相当于给它施加了天然的优质氮肥吗？就这样，经过短短3年时间的自然发酵之后呀，令人惊叹不已的变化发生了。沙地里的有机质含量从之前几乎为0的0.3%，一下子飙升到了1.5%，足足翻了5倍之多呀！而且啊，磷钾这些对于植物生长来说至关重要的关键元素的含量，也普遍提升了4.6倍呢。这也就意味着呀，每公顷的沙地依靠着黑猪的这种独特力量，每年都能够自动生成相当于3吨的高品质有机肥呢。你瞧瞧，这样的效率，那可是任何传统的治沙模式都没办法达到企及的呀。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模式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呀，内蒙古大学的治沙团队在库布齐沙漠的内部经过精心的规划和筹备，特意设置了40个监测点，然后展开了一场长达3年之久的自然与传统科技之间的对照实验呢。说到传统的治沙模式呀，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对其有一定的认知吧。一般来说呀，传统的治沙模式往往是按照这样的流程来开展的。首先呢，会采用网格沙障这种方式，目的就是要把流沙给固定住呀，防止那些流沙不受控制的随意流动。毕竟流沙一旦肆意流动起来，那对于治理工作来说，可是会造成诸多阻碍的呀。在完成了固定流沙这一步骤之后呢，接下来就需要依靠人工去进行植树造林的工作了呀。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种传统的治沙模式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呀，那真的是存在着诸多的难题呢。实施起来可谓是既耗费
费大量的时间，又需要投入众多的人力和精力啊，而且啊，整个过程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也是特别高的呀。就拿其中铺设草方格这一项来说吧，平均每亩地啊，居然就需要铺设超过500米的草方格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而且呀，仅仅铺设草方格还远远不够呢。为了尽可能的保证所种植的树木能够顺利成活呀，后续还得反复的去给树木浇水呀，这其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了呀。可即便相关工作人员如此不辞辛劳、费心费力地去按照传统模式开展治沙工作了呀，最终的效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呢。就拿像梭梭树这样本身就具备比较强适应能力的先锋植物来说吧，在这样的传统治沙模式下，它们的成活率也仅仅只有可怜的32%呀，这个数字着实是有些让人感到无奈和惋惜呢。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转到黑猪们开展作业的区域时呀，情况那可就截然不同了呀，简直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呢。在这个区域呀，完全是依靠自然降水来维持整个生态环境的运转呢，根本不需要人们再额外去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进行浇水、灌溉的工作了呀。然而，就是在这样看似无为而治的情况下呀，却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专家看到之后都忍不住为之震撼、眼前一亮的出色成绩单呢。您不妨仔细地瞧一瞧呀，那些被猪拱过的沙地呀，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无数个蜂窝状的孔隙结构呢。而这土壤的孔隙力啊，原本在板结状态下仅仅只有8%，可是经过黑猪们这么一拱压，竟然一下子就暴增到了35%呢。这样大幅度的变化呀，那可真的是不容小觑呀。它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沙地原本的水文特性呢。当炎热的夏季暴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呀，您就会发现这些蜂窝状的孔隙就如同一块无比巨大的海绵一样呀，有着神奇的吸纳和锁水功能呢。它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雨水吸纳进来，并且牢牢地将其锁住，不让雨水轻易地流失掉呢。而且啊，这里的雨水渗透率能够达到每小时120毫米呢。这个数值和未经处理的沙地相比啊，可是整整高出了3倍之多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神奇的孔隙结构呀，所以雨水就不再像以往在传统沙地那样只是毫无阻拦地冲刷着地表了呢。就好像是沙地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个天然的蓄水池一样呀，为后续的生态发展储备了宝贵的水资源呢。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呀，一旦植被层开始慢慢的在这片沙地上形成之后呢，那地表的粗糙度就会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化，会一下子增加20倍之多呢。而地表粗糙度的增加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风速会被大大地减缓了呀。就好像是给这片沙地披上了一层天然的防风衣一样呢。同时呀，这一层如同绿色地毯一般的植被啊，还具备着极为重要的节流雨水的功能呢。它能够节流超过80%的降雨量呢。这也就意味着呀，尽管这片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仅仅只有区150毫米，看上去是少得可怜呀，但是凭借着植被所发挥的神奇作用呀，却能够产生相当于湿润地区400毫米降水量的惊人效果呢。回想最初的时候呀，治沙团队在这片沙漠上播撒了沙蒿和沙打旺的种子呢。原本大家心里可能也没抱太大的期望呀，毕竟沙漠的环境是那么恶劣嘛。可是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种子在经过猪粪改良过的肥沃土壤里呀，发芽率竟然如同火箭升空一般，一下子飙升到了91%呢。这个数字简直太让人惊喜了呀。在第1年的时候呀，随着这些种子纷纷发芽，那些生机勃勃的草本植物呀，就像是给原本荒芜的沙地铺上了一层翠绿的毯子一样，让整个沙地开始渐渐有了让人欣喜的绿意呢，仿佛是给这片死寂的沙漠注入了第一缕生机与活力呀。到了第2年呀，更加耐旱的梭梭树苗，它们趁着草本植物已经形成的天然庇护，就像是找到了安全的港湾一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深深的扎根，然后茁壮成长起来了呢，让这片沙地的绿色又增添了几分厚重感呀。等到第3年的时候呀，沙柳和洋柴等灌木也不甘示弱呀，它们也开始成片连片的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起来了呢，仿佛是在这片沙漠上展开了一场绿色的接力赛一样呀，让整个沙地的绿色范围不断的扩大，绿意也越来越浓郁了呢。通过遥感数据所显示的情况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呀，每年都以超过30%的这种令人惊叹不已的速度，在持续不断地递增着呢。然而呀，反观那些采用传统自杀模式的区域呢，它们的植被覆盖度的年增长率啊，别说是达到30%了，就连5%都很难达到呢。这两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差距啊，真的是太过于明显了呀，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哪种自杀模式更为有效了呢。而且呀，还有一件更让人感到振奋激动不已的事情呢，那就是这片区域地下水的情况呀，也出现了令人惊喜万分的逆袭呢。在整个沙漠生态系统当中呀，地下水位的高低那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呀。它就像是整个生态恢复的生命线一样，从它的变化情况就能看出生态环境是在变好还是变差呢？通过监测井所获取的数据啊，我们能够清晰明了地看到猪群作业区的地下水位在最开始的时候呀，那可是深达5.8米的位置呢。这个深度对于植物生长来说，想要获取地下水那是极为困难的呀。这个地下水位竟然神奇地回升到了地表下1.2米的地方呢，这样的变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呀！这也就意味着呀，如今地下的水位线已经距离地表非常近了，几乎可以说是触手可及了呀。植物的根系呀，现在已经能够很自然地就吸收到地下水了呢。如此一来，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呢。您看呀，就这样。一个能够自我循环、自我维持的良性生态系统，就像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样，慢慢的在这片沙漠上逐渐形成了呢。而这个神奇生态系统其核心的密码呀，竟然是被这群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黑猪给成功破解了呢。这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奇妙以及黑猪所发挥的独特用呀。不过呀，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呀，还是需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呢。仅仅依靠黑猪的这种原始力量呀，实事求是的讲，其实还是没办法完成对整个沙漠进行全面改造这样艰巨的任务的呀。咱们中国的治沙团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果呀，其智慧之处就体现在呀，他们在黑猪开展作业的这个基础之上呀，又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构建了一套由光伏加生物共同组成的三维立体治沙体系呢。通过这样巧妙的设计呀，让古老的生物智慧与现代先进的科技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就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无比的共振效果呢。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不妨先来详细说一说光伏板的加入在整个治沙体系当中所带来的诸多重要作用吧。您瞧呀，在那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地上空呀，一排排巨大的光伏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那场面看上去颇为壮观呢。远远望去啊，就仿佛是在这片沙地上架起了一片片蓝色的遮阳伞一样呀，给原本酷热难耐的沙地增添了几分清凉的感觉呢。而且啊，这些光伏板之间的间距可不是随意设置的哦，那是经过专业人员进行精确设计的呀，最终被设定为1.5米呢。这个距离啊，那真的是恰到好处呢。它所起到的作用可不容小觑啊。一方面呀，它能够保证光伏发电达到最大的效率，让光伏板可以充分的发挥出其发电的功能，源源不断的为整个治沙工程以及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持呢。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够为下方的植物有效的遮挡住大约30%的午后强光以及高温呀，避免了植物长时间处于强光照射和高温炙烤的恶劣环境之下，从而出现水分过度蒸发的情况呀，就像是给植物们撑起了一把把贴心的遮阳伞一样呢。更为巧妙的是呀，光伏板的支架呢，它们可不是仅仅起到支撑光伏板的简单作用哦，它们就像是一道道坚固无比的防风墙一样呀，有着强大的阻挡风力的功能呢，能够有效的阻挡超过70%的地面风蚀呀，为沙地的稳定以及植物的生长营造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呢。再配合上猪群翻松的那些疏松土壤呀，两者相互协作，相得益彰呢。这样一来呀，流沙的固定效率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呀，直接提升了90%之多呢。这对于防止流沙肆虐、保障沙地生态稳定来说呀，无疑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而且呀，
光伏板产生的电能呀，还能够反过来为监测设备以及少量必要的灌溉系统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呢，让这些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从而更好的监测沙地的生态数据，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既能发电又能治沙，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良好模式呢，真的是一举多得，既能发电又能治沙，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良好模式呢。而在我们这个设计精妙、环环相扣的工程体系当中呀，甘草又扮演了生态系统压舱石的关键角色呢。您可千万别小瞧了这种看上去普普通通、没什么特别之处的豆科植物呀，它的根系那可是有着令人惊叹的强大功能呢，能够深深地扎入地下，深度竟然超过3米呢。这就好像是它在地下深处安营扎寨一样呀。据相关的专业测算呀，每公顷的甘草其根系的总长度呀，竟然可以达到惊人的120公里呢。您想想看呀，这么长的根系分布在地下，就如同是一张无比巨大、深入地下的巨网一样呀。这张巨网能够死死地锁住流沙，防止流沙肆意的流动，哪怕是遇到大风天气或者其他可能导致流沙移动的情况呀，在甘草根系的守护下，流沙也很难挣脱束缚呢，从而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呢。同时呀，甘草自身还具备强大的根瘤菌呢，这个根瘤菌呀，又像是一个天然的固氮工厂一样呀，它能够持续不断的发挥作用，一点一点的提升土壤的肥力呢，就像是给土壤不断的施肥，让土壤变得越来越肥沃，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养分呢。当猪群在甘草带之间活动的时候呀，又会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那就是猪群会把甘草的种子通过它们的粪便带到更远的区域呀，就好像是一群勤劳的播种者一样呢，无形之中呀，就把这片绿色的屏障范围不断的扩大了呀，让更多的沙地能够得到甘草的守护以及根瘤菌的滋养呢。就这样呀，这一套各个环节紧密相连、设计的精妙绝伦的组合拳呀，最终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闭环呢。在这里呀，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呀，它们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就像是一个团结协作、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一样呀，共同发力，最终让这片沙漠的生态系统呀，具备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自我增值的能力呢，真的是十分神奇啊！您看呀，猪群通过拱土的方式对土壤进行了改良，让原本贫瘠板结的土壤变得疏松肥沃起来，为植物创造了非常适宜的生存条件呀。而植物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之后呢，又能够发挥它们自身的作用，牢牢地固定住流沙，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情况发生呀。反过来呢，这些生长起来的植被啊，又为猪群提供了食物来源以及遮阳乘凉的场所呀，让猪群能够在这片沙漠中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呢。猪群产生的粪便呢，又会如同养分补给站一样，源源不断地反哺植被，为植被的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肥力啊。光伏板呢，既像是一个能量宝库，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了所需的能源，又像是一把保护伞，为下方的植物提供了必要的庇护呀。甘草带则像是一位忠诚的卫士，进一步强化了固沙和肥地的效果呢。从早年间我们利用兔子来控制鼠患，到如今在沙漠中巧妙地运用猪群来改良土壤呀，中国的生态治理哲学呀，始终都遵循着一个最为核心的原则呢，那就是用最小的干预去撬动最大的自然之力呀。传统的治沙模式之所以会出现成本居高不下，而且治理效果还反复无常、不太稳定的情况呀，就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呀，违背了沙漠自身所具有的自然规律呢。比如说呀，在传统治沙过程中，如果过度的浇水的话呀，反而会导致土壤出现盐碱化这样严重的问题呢。这对于植物的生长来说呀，可是极为不利的呀。而且呀，仅仅选择单一的树种去进行种植呢，又很难让这些树木适应沙漠那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呀，所以成活率往往就不高呀。最终导致整个治沙效果不尽如人意呢。而咱们中国治沙团队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呀，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把猪的独特生物特性、植被的生长需求以及沙漠的水文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呀，巧妙地编制成了一张协同共生的网络呀，
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巧妙地借助自然的力量来顺利地完成呀，相得益彰，就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样的。所以呀，这套在库布齐沙漠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助自杀模式呀，如今已经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还有甘肃的腾格里沙漠等多个地方呀，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了，并且呀，还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优化改进，做了迭代升级呢，进行更加高效了呀。您知道吗？现在呀，科研人员们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开展自杀工作呀，甚至还为猪群配备了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的项圈呢。通过手机 APP 呀，人们就能够随时随地实时的监测猪群的活动范围呀，清楚地了解它们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它们拱土的效率等具体情况呢。这在以往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呀。这种创新的自杀模式呀，和传统的自杀方法相比呀，其自杀成本只有传统方法的1/3呢。这可大大降低了自杀的成本投入呀，而且呀，它还具备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能够长期的自我维持，不需要后续持续不断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维护呀，真正做到了一次投入就可以长久受益呢。这对于大规模的沙漠治理来说呀，无疑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呢。所以呀，如果您今天再次打开卫星地图查看的话呀，您就会看到一幅别具一格、十分美好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呢。在那浩瀚无垠、充满神秘色彩的库布齐沙漠的星空之下呀，光伏板反射出的蓝色光芒闪闪发亮，和那些黑猪群移动时所形成的黑色剪影相互交织、交相辉映的，就好像是一幅美丽的夜景画卷一样呀。而在远处的沙丘上呀，梭梭树那嫩绿的嫩芽，在柔和的月光映照下呀，正微微地颤动着，仿佛是在轻轻地诉说着这片曾经的死亡之海，如今所经历的那些神奇变化呢，就好像是在向人们展示着这片沙漠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呀。请您一定要看人们展示着这片沙漠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呀！这片曾经荒芜死寂、毫无生机的沙漠呀，如今正用那充满勃勃生机的绿色，向整个世界有力地证明着一个深刻且极具价值的道理呀，那就是最好的科技呀，其实就是让自然回归到它原本的自然状态呀。而最高的智慧呢，就是人类能够读懂生态自身所蕴含的语言呀，懂得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从而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呀。当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呀，还在为自杀所需要耗费的巨额成本而发愁，为那些复杂难懂的自杀技术争论的不可开交，陷入困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呀，已经凭借着这10万头憨态可掬的黑猪，以及我们所构建的独特自杀体系，为全球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可能性呀。为其他国家治理沙漠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呢。而这种全新的可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呀，就是尊重自然，巧妙地利用自然，最终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呀。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去强行改变自然的规律，也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对抗沙漠的恶劣环境，而是去深入了解自然的特性，找到那些可以借助自然之力来改善生态的巧妙办法呢。就像我们利用黑猪治理沙漠这件事，就是充分挖掘了黑猪的习性，以及它们与沙漠环境植被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然后打造出了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模式呀。而且呀，中国自杀的故事可不会就此止步，它就如同那川流不息的江河一般，始终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还在源源不断地书写着新的精彩篇章呢。想必大家心里也都特别好奇，除了利用黑猪来治理沙漠这个令人惊叹的生态奇迹之外，咱们中国还利用了哪些自然智慧，创造出了其他了不起的生态奇迹呢？相信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呀，或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科普文章里呀，或多或少都听闻过一些相关的事例吧。比如说呀，在一些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山区地带，当地的人们巧妙地运用了梯田这种既古老又非常实用的农耕方式呢，那层层叠叠的梯田呀，都是依山而建的。远远望去，就仿佛是大地之上筑起的一级级台阶一样，构成了一幅独特又壮观的景象呀。可这梯田的意义，可绝不仅仅是看上去美观这么简单哦，它是充分顺应了山地的地形特点而打造出来的呀。大家都知道，
山区的坡面如果没有合理的防护措施，一旦遇到降雨天气，雨水就会顺着坡面快速的冲刷而下，这样很容易就会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呢。而梯田呢，通过把坡面改造成一级级的阶梯状，就能够有效的减缓雨水的流速呀，让雨水可以慢慢的渗透到土地里，而不是一股脑的冲下去。这样一来呀，就极大的减少了雨水对坡面的冲刷力度，从而很好的防止了水土流失的情况发生的。同时呀，梯田还能合理的利用每一寸山地土地，让当地的人们可以在上面种植各种各样适宜生长的农作物呢，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呀，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呢。这其中所蕴含的就是咱们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巧妙运用自然之力来为生活和生态服务的高超智慧啊。还有呀，在一些湖泊湿地的周边区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通过精心合理的规划呀，在周边种植了大量适宜在湿地环境中生长的水生植物呢，净化气系呀。这些水生植物呀，它们的根系有着独特的构造和功能，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过滤器一样呀，可以吸附水中的杂质，把那些可能会污染湖水的悬浮物、有害物质等统统吸附住，让湖水变得更加清澈干净呢。而且啊，它们的根系还能够吸收水中多余的养分，避免水体因为营养过剩而出现富营养化等不良现象呢，从而维持了湖水良好的水质状况呀。不仅如此呀，这些水生植物所营造出的良好生态环境呀，还为众多的水生生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和繁衍场所呢。各种各样的鱼虾蟹贝等水生生物呀，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宜自己生存的空间。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让整个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更加稳定和谐，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呢。再比如在沿海地区呀，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滨海湿地植物群落——红树林呢。当地的人们巧妙地利用红树林来抵御海浪的侵袭，保护海岸带的生态环境呀。红树林的根系那可是相当特别的呀，它们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深深地扎根在滩涂之中。远远望去啊，就像是一道道坚固无比的绿色城墙一样呀。每当汹涌澎湃的海浪汹涌而来的时候呀，红树林凭借着它那强大的根系，就能够有效地削减海浪的冲击力呀，就好像是给海岸穿上了一层坚固的防护铠甲一样，大大减少了海水对陆地的侵蚀呢。而且呀，红树林所形成的这片独特的生态环境呀，还为众多的鱼虾蟹贝等海洋生物提供了安全又舒适的栖息之所呢。这些海洋生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呀，能够安心的生活、繁衍后代，让这片滨海区域形成了一个独特又繁荣的生态系统呀。不仅保护了海岸，还让海洋生物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呢。这些呀，无疑不是咱们中国利用自然智慧创造出的一个个令人赞叹不已的生态奇迹呢。它们都充分彰显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以及善于巧妙运用自然之力来改善生态环境，让生态与生活和谐共生的高超智慧呀。所以呀，我们内心深处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您所知道的中国利用自然智慧创造生态奇迹的相关故事呢。毕竟呀，每个人所了解的、所经历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大家分享出来呀，就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生态智慧的魅力所在呢。同时呀，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内容，并且打开小铃铛哦，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后续精心准备的精彩内容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喽！真的很期待在评论区和大家再次交流互动呀，一起探讨更多关于生态智慧的有趣话题呢。